嗰個咩嚟㗎？蒸汽火車，聽講佢就係新幹線嘅起源。新幹線嘅起源？大約200年前，人類將地球資源轉化成能量，然後發明蒸汽火車。即係人類只係用咗150年就由佢發展出新幹線戰士。呢件事真係有趣。就係咁，我哋研究所好有誠意邀請你成為新幹線戰士駕駛員。唔知你可唔可以即刻同我哋返大宮？大門山觀。呢位係由秋田搬嚟嘅南綠秋田同學，大家好好相處啦。知道，多多指教。佢喺秋田縣出世，個名又叫秋田。究竟佢父母有幾中意秋田呢個地方啊？不過秋田之前已經話過好想嚟東京噶啦。佢有搵開光線槍射擊，目標係打入全國大賽。光線槍射擊？你唔好周圍同人講啊！秋田同學，光線槍射擊係乜嘢運動嚟㗎？唔係啊嘛？咁大嘅火車有咩可能會俾人偷走㗎？快啲搵人報警啦！架蒸汽火車係我哋城市嘅象徵嚟㗎。係。秋田，你放咗學之後有咩做啊？冇啊，我今日冇咩做。你哋梗係有嘢做啦！車長寶，我咪叫咗你唔好過嚟學校㗎咯，俾人發現嘅咁點算啊？放心啦，我已經偽裝成普通人咁樣，所以完全冇問題嘅。你而家咁嘅樣反而仲引人注意啊！等人，光線槍射擊件事，幫我問咗秋田同學未啊？咪啦，上田子嚟緊啦！係啊，有事俾佢走甩咗啦。真係好險啊！車長寶，點解你會嚟嘅？你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啊！答案就係出水司令叫你哋而家去見佢啊！哦，今個星期六會有新嘅新幹線戰士合適者由金澤嚟東京，所以我想請你哋兩個同三元一齊接對方過嚟大宮，然後再順便帶佢遊覽東京。遊覽東京？點解咁做嘅？其實係咁樣嘅。第3位合適者到目前為止仲未應承我哋成為新幹線戰士嘅駕駛員。佢之前已經完成咗模擬駕駛同埋出動測試，仲得出好優秀嘅成績。而我哋最急切就係要揾到更多嘅合適者。我掌握晒成件事啦。你想俾準人同呢個3號候補駕駛員建立關係，等佢說服對方，就好似我嗰次咁樣啊嘛。哦，真係慳翻我唔少口水啊！係
係咁，我知道啦。係啦，新駕駛員係一個點樣嘅人嚟㗎？見面嗰陣就會知道。我相信準人同佢會傾得埋。爸爸早晨。早晨，咁早嘅？我今日唔係星期六嚟咩？我有事要去大公火車站。因為哥哥今日約咗朋友，所以朝早一起身就已經好興奮。哦，講起上嚟，出水好似講過會叫準人佢哋帶新駕駛員去玩。我食飽啦，我出去啦。路上小心啊！路上小心啊！出水司令話過，我同今日嚟到東京嘅新駕駛員應該會傾得埋㗎。唔通佢同我都中意新幹線？一定係咁樣啦。佢中意影火車，中意坐火車，定係專業到中意聽火車聲咧？好啦，我諗到啦，日要用 VVVF 逆變控制系統同佢打開話題啦。一啲都聽唔明。列車即將到站，請乘客小心。列車即將到站。係啊，點解唔見人嘅？應該就係呢班車㗎喎。哦，喂，會唔係嗰個啊？嚇，嗰張係，弊啦，要快啲叫醒佢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因為新幹線真係太好瞓啦，呢個真係一個問題嚟啊！係喎，我仲未介紹自己添，我叫做大門山門，請多多指教。我叫做速撐準人。我叫南綠秋田。你好，我叫做車長寶。哇，有隻奇怪嘢啊！我唔係乜嘢奇怪嘅嘢嚟㗎，我係機械人車長，叫做車長寶啦。東京真係東京啊，周街都係一啲奇怪嘢啊！你好啊，我叫三元商業，我哋幾個今日會帶你喺東京周圍行下㗎，多多指教。姐姐仔，光明先啊！姐姐仔，你哋阿頭想請我做新幹線戰士駕駛員，佢揾過我好多次，但都俾我拒絕，所以你哋唔好諗住招呼我一日半日就可以令我回心轉意。點都好啦，講下我哋今日嘅行程先啦。我哋首先會去大宮嘅鐵路博物館，學習古今中外嘅鐵路知識，跟住就去鐵路嘅聖地田端列車基地，欣賞一啲現役嘅新幹線、特急同再來線列車。最後我哋會去東京站高層大廈嘅觀景台，欣賞又壯觀又有特色嘅東京站月台。呢個就係我安排嘅東京一日行程，係咪好吸引呢？耶耶，真係好吸引啊！我對呢個行程一啲興趣都冇。呢個行程主要都係為咗睇鐵路。定係你中意比較普通嘅東京觀光行程啊？例如去淺草同晴空塔。我對呢啲嘢都冇興趣啊！咁有啲咩地方你係好想去㗎？問得好啊！無論裝甲定係動力，全部都係嚟自礦石。同我哋嘅世界真係好接近，我好期待。犀利啊！呢條就係真田號啦！我第一次見到實物咋，睇佢高低差同埋闊度，線條好到好犀利啊！點解可以畫到咁深㗎？佢直頭就好似一個啟角咁啊！呢度到底係咩地方啊？呢度係江戶城嘅一部分嚟㗎。姐姐仔，你咁大個咁都唔知，你要睇多啲書先至得啊！真係好對唔住。呢條仙台號同頭先嗰條真田號都係江戶時代用人手起出嚟㗎。當時根本就冇咩鏟泥車同泥頭車，成個工程仲要只係用咗短短幾年。為咗保護城市、預防水災，當時嘅人只係靠人手就已經做到咁大規模嘅工程啦。土木工程嘅力量真係唔講得少啊！我已經掌握晒成件事啦。你係一個土木工程迷，係咪啊？
真係好可惜，我唔係土木工程迷。我係土木工程王，今集嘅土木工程王，大門山棍就係我嚟啦！今集嘅土木工程王係喎，我記得阿冠屋企係開建築公司嘅。哦，係啦，我知道有個地方一定好啱你噶，去睇下咯。你叫準人啊，嗬？你講嘅嗰個地方係咪真係啱我去噶？東京嘅鐵路原來係犀利成咁噶！我之前真係完全冇想象過啊！係啊咧，明治時代起嘅鐵路就係咁吸引噶啦。喺明治時代，你話呢一條鐵路係喺明治時代起嘅，犀利啊！山手線真係太犀利啦！有咩咁犀利啊？咩普通鐵路？咁嘅鐵路點算係普通啊？你留心聽住啦！以前起鐵路嗰陣，又要掘隧道，又要挖地面，總之就要使好多錢啊！為咗節省成本，起山手線嘅人好聰明咁將鐵路喺高地同低地之間穿插。喺明治時代，國家冇錢，但係為咗城市同人民，佢哋仍然絞盡腦汁，用盡一切方法起鐵路。犀利啊！全部講啱晒。喺明治時代用最低限度嘅挖掘工程起嘅呢一條鐵路，到咗今日仍然支撐住呢一個大城市嘅交通。呢件事真係犀利到好得人驚啊！你明未啊，外行人？點解會明啊？起鐵路可以話係人類智慧同地形嘅較量。講得冇錯啊！多得以前嘅人諗得咁周到，識得用唔同方法挖通隧道同搭橋，俾火車去到全國各地，日本先可以發展得咁繁榮啫。原來你都明㗎嘛？今次遊東京真係我完全唔明啊！但係佢哋兩個睇嚟已經打成一片啦。去開歡迎會。出水，你點睇？說唔說服到第三個候補駕駛員加入？準人佢哋而家喺度努力緊噶啦，呢次話唔定會成功。只不過今日難得放假，我就以任務以外嘅理由借走咗準人，真係好對唔住。咁又唔使講對唔住，我同我老婆傾過呢件事。我出去啦，路上小心啊！係啦，你覺唔覺得準人變咗？哦，雖然唔知係乜嘢，不過佢而家就好似有一個勇往直前嘅目標啊！其實小朋友真正需要嘅嘢，往往唔係我哋呢啲大人可以想象得到嘅。不如講翻頭先明治鐵路嘅故事啊！其實我住緊嗰度都有類似嘅故事噶。咩故事啊？我住嘅城市一到冬天就會落大雪，海面大風大浪，好少船會嚟。喺未有鐵路嘅年代，城市嘅對外交通到咗冬天就會停頓，所以以前嘅人就會搏命挖通隧道，令火車可以駛到入嚟。我哋而家嘅生活可以過得咁好，都係多得當時嘅人起出嚟嘅鐵路，同埋喺上面行駛嘅火車。雖然蒸汽嘅力量都好犀利啊，不過火車就有其他更犀利嘅力量，淨係望住佢行就已經令人充滿力量。鐵路唔單止聯繫住城市同城市，仲聯繫人，甚至聯繫住唔同嘅時代噶。你真係講得一啲都冇錯啊！唉，我已經好耐都冇試過好似今日咁玩得咁開心啦。準人，就當我爭你一個人情啦。其實我今日都學咗好多嘢噶，好多謝你啊！係啦，阿官啊，加入我哋成為新幹線戰士嘅事，唔知你考慮成點呢？新幹線戰士呢件事的確好有型。咁講嘅話，不過我唔會加入。點解啊？你頭先唔係都覺得新幹線戰士好型嘅咩？講得冇錯啊！秋田一開始對新幹線戰士都冇興趣噶，不過搞下搞下，佢最後都成為咗駕駛員啦。收聲！車門即將關閉。準人，我哋應該都可以做到好朋友嘅。不過呢件事我幫唔到你哋。點解咁講啊？因為一啲原因，我真係唔可以同你哋一齊作戰啊！好對唔住。咩事啊？要出動？阿官，對唔住啊，我哋要走先啦。
你留喺度等一陣，我好快叫人送你走。對唔住，我蝕咗。捕捉到巨型怪物體。啊！呢架唔通係今集唔見咗嗰架蒸汽火車？捕獲成功。目標代號鋼鐵蒸汽怪，全長有40米。新幹線戰士準備出發。三元，由今日開始，出車指示由你負責。知道。交俾你啦。係。敵人想破壞力場啊！竟然識咁樣做！ E5 同 E6 而家需要使用特別嘅班次，請通知新幹線指令室同再來線指令室作出安排。知道。準人秋田，準備好未？準備好。新幹線戰士 E5、E6 出發。進入超進化速度。呢個就係本來由我嚟駕駛嘅新幹線戰士。變形新幹線戰士。新幹線戰士 E6 小精豪，新幹線戰士 E5 準豪，唔係啩？係蒸汽火車。我哋今次真係要同佢打。我哋唔係打，係搶翻佢。而家同以前嘅火車，你唔係都係咁中意嘅咩？嗰架係蒸汽火車。射擊點，8劍都傷唔到佢。準人同上次一樣，你負責制止敵人活動，然後由我嚟射低佢。本座靠 E5 同 E6而家嘅力量，可以擋住敵人幾耐？用埋後備電源嘅話，可以支持120分鐘。不過後備電源一用盡嘅話，下一刻佢哋就俾我去幫佢哋啊！
係大門山館。真係麻煩，今日我就幫你哋一次啦。更何況我本身都爭準人一個人情，要還翻俾佢。只不過我已經俾你逼住做咗好多次模擬駕駛噶啦，正式上陣完全冇問題。咁好啦，我就批准 E7 出動啦。每班列車嘅終點站係今站。新幹線戰士 E7 立即出發。進化裝備順利啟動，新幹線戰士 E7 解除限制，準備進入超進化速度。進入超進化速度，開始加速，進入超進化速度，達到超進化速度，變形新幹線戰士 E7 即將變形為新幹線戰士。新幹線戰士 E7 光輝號。係 E7？我最中意嘅4字詞語就係特快工程啦！呢場遊戲好快就會開始㗎啦！どこまでも続いてく線路の向こうに新しい世界が待っ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て期待と不安を胸に抱いて暗闇を抜けて今ここまで来たのさ走り出せ何度でも何度でも何度でも限界を超えてゆけ輝く明日を信じながら誰にも負けないスピードで今を駆け抜けてくよどれだけの壁が立ちふさがっても絶対に絶対に絶対にたどり着いてみせるさ追いかけ続けた夢のステージへ One step ahead Go one step ahead